內地父母喺香港生 BB， 要預機票、產房費、買樓成本上百萬。反正每次檢查都要坐飛機過來，再來坐飛機，再還要回去。喺香港出生，父母冇居港權嘅細路仔，有人叫佢哋做港生一代，又或者係香港寶寶。佢哋喺香港返學，生活冇人照顧，返到內地又冇戶籍，兩頭唔到岸。貴唔貴學費啊？如果學費咗，我哋咩全財兩空。大約咧，要咧10000零蚊一個月到啦。10000蚊一個月，短咧？短係貴啲咯。咁你斷日計數又唔同咯，要到600-700蚊一日咯。幫內地父母湊香港寶寶嘅保姆生意應運而生。港生一代人口持續增長，預計2039年香港出生嘅嬰兒有一半父同埋母都唔係香港人。佢哋生完仔之後返去內地，幾時先安排個細路嚟香港，冇人會知。政府制定政策嘅時候最頭痛啦。要殺校啊，又縮班咧，話到時留翻啲學校啊。因為你殺咗校之後，到時嗰啲學生嚟，你又唔夠學額俾人噶咯噃。歡迎收睇時事追擊。近幾年越嚟越多內地人來港產子之後，留低仔女喺香港讀書成長，為人口高齡化嘅香港帶嚟咗新力軍。但係隨住呢一批港生一代嘅來臨，香港嘅產房服務到幼稚園嘅學位都感受到壓力。一班內地父母為仔女來港投資大量金錢同時間，究竟係咪值得呢？一朝早，成條行人天橋排滿晒人，仲排到去對面馬路。呢度唔係有米派，而係上水一間幼稚園正為明年招生，唔少家長漏夜嚟排隊，無非都係希望有面試機會。一旦孩子在這兒，要是說的那個沒有學位，他招不上，我們擔心這孩子上哪個學校？現在最擔心的，我們要報不上的話，我們最犯愁的。你說孩子以後，我們指定得在香港上學受教育。到這拿個表就填一下就差不多。一看這麼多人，就有壓力了，你知道吧？呢間學校嘅特色係有好多中港家庭，亦即係爸爸係香港人，媽媽係內地人嘅細路仔喺度讀書。不過今年就有少少唔同，嚟排隊嘅家長好多父同埋母雙方都係內地人。等足幾個鐘頭啊，陰公。因為我們這邊的親戚很少，很少。因為我們是北方，祖籍在北方，這邊的人少。我不像你們潮汕啊、福建啊，這邊比較親戚比較多一點。呢3個爸爸嚟自北方，佢哋太太亦都係內地人。08年，太太嚟香港生細路仔，就係希望個小朋友成為香港人，可以接受香港教育。而家啲小朋友都2歲啦，先發現要安排佢哋嚟香港生活有困難。主要是我們大人來回過來不方便，我們過來不方便。要是說的，我們希望香港要給我們內地的，就是說的房子啥的，有對我們有優惠政策，我們是最好的了。我們肯定得過來。考慮就可以在這邊給孩子買房，因為對於香港買房太貴了。會停一停個時間嘅，咁或者佢哋喺香港冇親戚，朋友都冇個，對香港嘅制度又唔熟悉，佢哋靠喺深圳取得戶籍，用旅遊簽證入境幫啲小朋友揾學校。父母冇居港權，細路仔卻係香港人，呢一類俗稱港生一代，又或者係香港寶寶，近年人數越嚟越多。08年，香港出生嘅嬰兒有78800個，創13年新高。當中父母均非香港人，有25000人，相較01年只係得620人，有40倍增幅。學校校監見到咁多人排隊都大吃一驚。都以往都有相當之一個數額人數嚟排隊嘅，但係唔敢想像到嗰啲嚟排隊嘅人又早咗又多咗。廖子良話：面試時候唔會刻意問啲細路仔父母係咪香港人，學校亦都冇正式統計有幾多港生一代嚟報名。不過如果參考08年嘅出生率，今年的確又係呢一類細路仔入學嘅高峰期。入咗學之後咧，
可能，我都講可能先會知道嚇。喺基本上出咗報名嘅時候咧，係冇途徑知道佢爸爸媽咪係唔係香港人嘅，因為我哋查出世紙只係知佢個小朋友係香港人，佢合乎讀書嘅資格，我哋收咗佢啦。如果係剛求嗰個年份裏邊咧，係好多人係咁樣嗰類家庭落嚟去參 BB， 咁數數手指咧，就應該係嚟到幼稚園嘅時間㗎咯喎。香港出生率回升，全靠呢一班內地父母。不過多咗人嚟爭學位，部分香港家長都有啲不滿。我應該俾咗香港嗰啲先，你香港冇得讀啊，或者佢考到咧，咁我哋香港嗰啲咪冇得讀。而本身係內地人，丈夫係香港人嘅家長，亦都認為唔公平。大陸嗰啲咧有好多咧係生第一胎嘅 BB 嘅，咁咧變咗而家個好似我哋咁樣嘅香港身份嘅小朋友，咪競爭大咗咯。自從01年終審法院因莊豐源案頒令內地父母喺香港所生子女可以享有居港權，內地孕婦湧入香港生仔。06年引發本地孕婦上街抗議，其後政府實施新政策，提高非本地孕婦嘅收費至39,000蚊。不過收費貴，卻未有打消內地人嚟香港生細路仔嘅決心。中介公司收5萬蚊，一條龍安排生仔套餐大受歡迎。網上催谷赴港生仔好處，例如話仔女可以獲得全球135個國家免簽證、終生醫療保障、優越嘅社會福利，仲有12年免費中英語教育等等。提供咁啊，揾醫院咯，生 BB 咯，做月嫂咯，就係咁咯。幼稚園外面亦多咗保姆揾生意，曾大姐出租自己嘅單位，俾人落嚟生仔坐月。呢一批細路仔以後嚟香港讀書，成為佢賺錢嘅客源。劉太係四川人，嚟香港生女嘅時候幫襯過曾大姐。呢日排隊揾學校，曾大姐亦都義務幫佢。呢啲相見到曾大姐屋企已經裝修成宿舍咁，可以日租可以月租。呢一對山西嚟嘅父母準備安排佢哋嘅細路仔嚟香港，喺曾大姐屋企度住幾日。3年前佢幫襯我，大約咧要1萬零蚊一個月到啦。1萬零蚊一個月，係啊。短咧？短係貴啲咯，咁你調日計數又唔同咯，要到600-700蚊日咯。係。就包咩？包括食嘅，包括住沖涼啊。劉太個女而家2歲，明年入學。佢預咗300萬嚟香港買樓，佢希望揾到近學校嘅屋苑。有個黐住佢隔離咗一個豪宅嚟嘅，都有500幾萬。如果唔係就係啲居屋你唔會要㗎啦，居屋補地價都仲貴過私人樓。佢話自己住喺深圳係做生意㗎，以後可以申請商務簽證往返上水，照顧小朋友。不過簽證有限制，只能夠逗留7日，要再嚟香港就要出境再入境。如果可以請到人可以，但係即係唔放心，係嘛？你上嚟住㗎喎，同佢。係啊係啊。睇咗幾個單位，劉太發現香港啲樓面積好細，樓價又貴。1.5米嘅床擺到咩？擺到。擺唔到。擺到，你擺到1.5米床呢度咧，一定要托盤嘅衣櫃，就唔可以打開嘅。出錢又出力，劉太話：從佢決定喺香港生 BB 嗰日開始，佢就預咗辛苦。朝早送，晚黑接翻嚟，中午洗翻嚟。又落嚟生嗰日已經計好㗎啦。應該都 OK 嘅。父母喺香港冇居港權，要揾人照顧啲小朋友返學之後嘅生活，費盡心思。有社工話：見過有家長就咁將啲仔女託付俾學校嘅校工睇。我哋其實咧就好關注究竟呢一啲照顧者係咪真係適合照顧呢啲小朋友咯？因為爸爸媽媽就即係比較係直接會照顧得好好啦，希望。咁但係親戚朋友咧，其實真係我哋都聽過有一啲咧，其實未必真係會即係咁適合去照顧呢啲小朋友。咁所以呢個係我哋比較關注嘅。
長期研究行為健康嘅陳麗雲預見到未來香港將出現好多假單親嘅情況。佢建議香港應該適度放寬入境條例。咁如果媽媽未曾攞到佢嘅居住權嘅，佢7日就要離開，然後翻轉頭咁樣。咁呢個都唔會好大影響，因為而家事實上好方便啊嘛。咁咧就但係我覺得整體嚟講，我哋其實喺入口人口政策方面咧，我哋應該要去放寬啲，令到啲媽媽真係唔使每7日要走上深圳要攞翻嚟咁樣。要去提供到俾呢一啲孩子有一個穩定嘅家庭咯。下一節我哋仲會睇下點解有啲內地父母嚟香港生完小朋友之後開始後悔呢？